高鐵昨出大錘啊，所以這個問題出在對，今仔日知影原因嘛？這叫做分道錘的控制電源歹去啊！今擺針對這個問題，要求原廠甲所有相關的人員來釐清事實的原因。高鐵維修人員報名修理，總算在咧26號暗，將號誌信號無正常的問題修理好勢。旅客趕大包小包的行李正常入站，時間表全部列車全部準時發車。不過前一天高鐵拄到上嚴重的耽誤事件，直到今仔日透早5點，頭一班車出發前才公布正常營運的消息，讓旅客心情就親像在洗三溫暖。早上一起床就先看了，知道說正常我們就放心了。會有點擔心，可能時間會有點趕不上，可是還好，對，相信。一定會搞定。以高鐵平常時載客量差不多24萬人次來推估，這一遍影響人數真大，有旅客嘛是真沒放心。改了一些行程，改到今天，趕快去訂普悠瑪。感覺這種標誌性問題，可能還是有機會會發生，所以我覺得再觀察個2、3天看是不是真的有在正常運作，才會考慮再回來搭高鐵。高鐵報名修理在26號暗1點43分恢復正常，初步判斷是轉地器的控制機箱的電源模組有問題。一般來講，電源模組每20年愛換一擺。高鐵為2024年開始換新的，目前進度已經完成8成，預計在今年底全部換過。高鐵已經保存相關設備，會甲設備原廠和第三方共同釐清事件原因。高鐵公司也已經組成小組，正在調查當中。因為很多的民眾是透過手機，也就是透過線上買票。那如果退票的機制可以在線上完成的話，對民眾來講會特別的方便好。所以我請高鐵公司也特別來研議。台灣人要走南北二路，攏靠坐高鐵，如何確保相同代誌袂擱再發生，將做台灣高鐵愛面對的重要課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